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3日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不人知。太平洋地区有2个热带性低气压，其中一个上紧，伫咧拜六会变做今年第9号风台苏拉，未来1礼拜正有可能拢会有一个风台。北基斯坦的山区发生流浪车锁登记的事故，有老师黑客成总共8个人掉伫咧山怪半天关，经过15点钟了后，总算甲因救出来。有一个小姐17岁，伫咧国道1号经过中华路，大号铁片击到，加载无受伤。另外国道3号今日药水组落伫半路无发生意外，不过警方特咧调查。可能阁有风台咯，这气象局表示讲，太平洋地区有2个热带性低气压正咧形成，其中一个上紧伫拜六就会变做今年第9号风台苏拉。气象专家也分析讲，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离台湾真晚，若准变做风台，真有可能就会发布海上警报啊。不过，伫咧这进程呢，咱也是爱注意这西北风灾情。气象局表示讲，未来1礼拜拢是雷公雨的形态，特别是山区就要注意这大水雨影响。雷公空空叫，雨势就无歇。过道热对流云系发展了真旺，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气象局表示，未来1礼拜天气的形态是拢差不多，日时高温差不多32度至35度，下晡会落西北雨。不过拜四拜五，过道的雨会较淡，各地山区要是要注意部分地区会落大雨。明后2天午后雷阵雨其实会比周1到周3，就是包含今天的午后雷阵雨稍微缓和一些，但还是要注意哦，在整个各地的山区及大台北地区，还是容易会有大雷雨出现。特别注意的是，气象局上新观测显示，目前太平洋地区有2个热带性低气压，其中一个伫菲律宾东边的海面。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有机会增强，加做今年第9号风台苏拉。气象专家分析指出，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离台湾真近，若发展做风台，就有可能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因为它其实就在我们的东南方，甚至不到1000公里远的这个地方了，所以说它一旦有机会往台湾靠近的话，气象局很快就会发布这个台风的警报。气象局强调讲，目前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发展了真慢，而且无明显导引的气流。未来这几天会伫原地所在拍酷势，按算后礼拜一高压增强，才会开始行线挖进台湾。未来会向南边，也就是向巴士海峡的方向行，或者是向北边挖进台湾东边的海峡，拢是有可能，无确定性要真大。所来会持续密切观察伊行线的路线。记者综合报道。伫咧8月初落大雨，南怀公路的明北克鲁桥这钢铁便桥，和水泵线冲断去，跋倒来通行。8月11才开一条新的溪底便道，想袂到昨昏山区呢下大雨，这溪底便道也和这个土石啊砍去，造成高雄桃园区的福建拉夫兰，也个梅山这3个里交通断站。第三天是停班停过一天，干部单早起去到现场要看安怎处理时阵，也认为讲这抢通的时间。需要评估。土石流伫南怀公路明北克路桥的便桥附近4架楼，日暗时6点半，因为山区上大雨，又是起土石流，这土沙甲土煤一声就甲便桥附近的溪底便道拢引起。公路总局伫日暗时7点紧急宣布封路。复兴以上的孩子就都先留在家中，然后等到变道修复的情况，那学校再看。状况如何，再进行学生的安置。溪底全部拢是土煤甲大石头，土石流造成积沙差不多7公尺深，溪底便道嘛拢互引起。高雄桃园区的福兴、拉夫兰，佮有梅山3个里对外交通拢断站。8月23停班停课1天，公务单位一透早就出动6台怪手去清土煤。先将在修复中的干便桥紧急来搭设这个护工板。那在今天早上。有机会提供部落的人员可以用步行的方式来进出。人民的期盼是说，希望等下一定要尽快让他们的，因为有些生病的人一定要下来。那还有农特产品的部分。大台机构无用甲钢棒吊去便桥顶悬，铺一条临时予过路人使用的紧急步道。23透早10点开始启用，予民众会当过。安那便道第时会当抢通，目前搁咧评估。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
台南有一名姓肖的小姐，伊17赛车经过国道1号上北的彰化附近，说雄雄有一块铁片击到伊的闸防玻璃，伊是无受伤，人是真平安。另外，今仔日呢，伫咧国道3号有一个塑胶的水槽啊，落伫咧高速道路中，虽然是无发生意外，不过已经违规，即马警方也要追查。车好好开伫高速公路，雄雄唔知啥物物件飞过来，直接撞到挡风玻璃。虽然人无受伤，也毋过开车的人是惊到要死。因为它太近了，它飞得很快，而且我们时速也在110，所以飞得很快，然后就砸到我车。代志发生伫17，肖小姐开车经过国道1号北上222.5公里的所在，无想到敢对对向车道，毋知啥物物件飞来，撞到挡风玻璃拢碎去。落车一个看是一个大铁片，警方要来调看这个影像，查出到底是倒一台车落来。本件事故已有申请调阅 CCTV 影像及 eTag 的门架影像，有关详细肇事经过及原因，由本大队持续的调查厘清中。另外，23站是9点外，国道3号北上202.6公里的所在，彰化路段中山车道有一个大型的物件落来，未少经过车赶紧闪过，差点仔弄到。了后开车人冒险停伫路径，趁车较少的时阵，赶紧将这物件刷到路径。警方接报了后，也赶到现场，加载是无发生意外。我们是不建议说同那个汽车驾驶人看到掉落的时候进行去把它排除，我们就建议说把车辆停到安全处所，通报相关单位处理。国道物件落来事件常常发生，今年6月就有小货车载2个水塔经过5股交流道时，其中一个水塔落伫车道，撞到外边车道的小货车。高公局统计，今年1月到5月，国道已经发生10611件货车装载物件落来案件。离国道7队统计，敢若是辖区综合系统到乌日路段，1月到8月因为落来物件造成事故7件，同步排除更到113件。警方讲，除了会使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处39,800块罚款。今年起落来物件占用一个车道前30分钟的收代票3000块的处理费，也提醒开车的人一定要确认货物保护条才去处罚。记者综合报道。金门北二山炮战到今已经65年了。总统蔡英文今日亲身去到金门太武山公墓，主持北二山炮战胜利65周年追思典礼。这也是蔡总统第3届任内最后一届主持典礼。蔡总统强调，北二山若准无胜利，就无今仔日的台湾。新生献花献果含念香，用英勇殉国的将士点哀悼含笑脸。总统蔡英文正严肃23来到金门主持北二山炮战胜利65周年追思典礼。这是蔡总统伫2019年、2020年了后第3摆，嘛是任内上尾一摆，到金门的太武山公墓主持追思典礼。北二山炮战互看作是咱的生死存亡之战。让中国军电报告卫国的决心，抗战的老兵和因的家属当红邀请来参加典礼。蔡总统亲身向老兵来致敬，强调若无北二山的胜利，就无今仔日的台湾。当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823胜利的同时，务必要提醒自己的今天的稳定、繁荣，都是来自于在座的护国英雄，以及每一位为了守护家园而牺牲的英烈。灿烂大小金门的金门大桥是国内第一个有关风险、关技术的长下区海上特殊公路桥，经过12档的工期，去年10月完工通车，民众往返大小金门只要5分钟，24点钟都会当行。蔡总统嘛特别到场去看，伊讲金门大桥是所有金门乡亲这侪年来的心愿，是中央地方合作的模范，不会受到船班营运时间的限制。以后烈屿的乡亲如果有紧急的情况，不论是医疗或者是民生物资的需求，都可以及时从金门大桥运输，不会因为一海之隔而受困。现在车开过去大概5分钟，把大小金门的这个观光都连成一气啊！金门大桥通车带来真侪成果。王国才讲，9个月有约100万的车次通过，互地方的发展和观光拢活起来。蔡总统讲，金门大桥是国内工程界的骄傲，这经验对立化风电有真大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
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9月7日要开会，目前通货膨胀真严重，外界也预测讲，为着要反映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率，调的趴数一定会超过2%。劳工团体也呼吁讲，这上计薪水一个月爱调到27600块。要若食鸡啊，甲这算点钟，敢会分开调整呢？行政院表示会搁做整体考量。劳动部公布9月7日召开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目前通货膨胀严重，劳资双方拢有调悬金额共识。劳工团体指出，若以 OECD 标准做基础，要脱离加薪的问题，呼吁基本工资的月级上计应该调到27600。若是会当落实基本工资3万块，因嘛乐观其成。至少要比照军公教，至少要4%。我们的薪资中位数大于42000，乘以2/3的话，那在台湾来讲，只要工资低于27600的话，就是低薪族。蔡政府就任以来，已经连续7年起基本工资，平均起4.05%，为106年21009块。到112年的月级是26400块，一点钟薪水是176块。学者讲，虽然制造业甲类似的产业景气无同款，不过审议的结果一定会反映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目前已估是2.1%，所以起的幅度一定会超过2%。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部分要反映出来嘛？但至于说2%以上可以多少，那就要看劳动方公众，所以不能超过2%，劳方不会接受的。阶段，我相信9月8号，针对基本工资的调整那么会有一个明确的决定。外界按算起的幅度会有3%，不过工商界烦恼会冲击制造业，建议月级甲1点钟的薪水都要分别做调整。也来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表示，其实英国月级甲1点钟的薪水调整的幅度拢无啥共款，不过会做完整通盘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昨伫咧嘉义市立棒球场有棒球比赛，着球迷登去了后，发现讲伊的手骨头疼疼，伫面车顶头问别人，差不多有30个人有类似的情形。市政府也怀疑讲是这塑胶以外的扶手，互日头拍甲变质变串串，才会去撸着。下晡要请这厂商去巡，有问题拢会总换掉。坐伫外野区，球迷真欢喜翕相，记录日暗时这场伫嘉义市立棒球场进行的备战量统一赛之前，等去做了后，其实发现手筋的感觉擦真疼。手是大概在前臂的这个位置，双手都有这个刺痛的感觉。是。对。那我以为是我自己的感觉，结果小朋友也跟我反映说，他也是有同样的感觉。民众讲，伊甲囡仔拢感觉真擦疼，也毋过无明显的外伤。也有网友伫当地面册社群反映，球场看球的5个人，等去做了后，手后翘擦真疼。文章解出至少30名在场民众回应有相关的情形，有人向民意代表来投诉。希望给球迷一个更好的这个观赏的品质跟服务，所以这部分我们是绝对会强力要求。市府回应，今日6月8有人反映过，当时无找到确实的所在，即摆民众所在可惜大部分在13类瓦郡外野区。检查发现有一寡椅仔枪花表面真粗，研判是即区无炸日头的布棚，枪花常常互日头拍到氧化所造成的。长期的日晒雨淋的状况之下，可能整个表面上比较光滑的那面，可能也许有受到一些雨水的侵蚀，因为现在雨水其实都有含一些弱酸性的部分，民众这样子接触下来会觉得比较粗糙，然后感觉到不适这样子。球场捌伫3年前翻修过6000多块椅仔拢换新的，就拢伫补告期间，市府讲过去大部分是职棒二军比赛使用，入场的人较少，球迷大部分坐伫较未拍到日头的所在，较未发现问题。日暗时比赛，因为入场的人数较多，外野区也未少人坐伫遐，才确认是这个所在的枪花有问题了后，会请厂商甲椅仔全部拢换新的。记者综合报道。前几天啊，伫台北南港高港的头前呢，有一个3岁囡仔，伊骑兔车过车路，互一台轿车撞到，加在人是无安怎。警方表示讲，这个驾驶伫路口无先停落来让过路人，上济会当罚6钟。不过，这个囡仔也袂当伫咧车路骑这种车，这家长也会互处罚。这个查甫囡仔骑这种扭扭车，想要过车路。突然间有一个轿车撞过来，这个查某囡仔被弄到倒伫咧涂骹，尾仔是家己骑起来，惊甲赶紧走去人行道，家长是缀伫咧后壁。吓一跳啊！怎么是隔壁的孙子啊？我会吓到啊！对啊，我特别注意一下了。这个查甫囡仔这个拿3岁，
离夜6點外，伫南港高港頭前出車禍，因為伊架車徛喺哩斑馬線，想要過無正頂嘅路口。開車的駕駛敢若是懸機差無去注意到，該弄到。汽車駕駛涉及駕車行經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不暫停禮讓行人先行通過者，處新台幣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罰款。除了駕駛無先讓人過，相關罰6000。這個查某囡仔騎的這台藍色的娘車，警方表示，按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是禁止騎喺路的，若無相關會當罰500。民安團體也提醒講，做家長的愛較注意。本來就要去知道說這樣子的一個不屬於這個範圍，在那個車道上，本來它不是交通工具，其實一家長不應該讓孩子使用。那如果要，就請他到人行系統裡邊來啟程。囡仔因為較細漢，要過車路，危險性真高。警官基金會表示，家長帶囡仔過車路，唔愛陪佇咧邊啊，也要知影像這種囡仔車，唔是交通工具，是袂用騎喺路的。記者綜合報道。在觀眾朋友來看國際新聞，講到這巴基斯坦的山區發生流浪車所要登記的事故。這流浪車內邊有8乘客，2個老師和6個學生，掉在咧這山谷的半天關，經過15點鐘總算獲救出來啊！巴基斯坦軍用直升機佇山谷附近飛來飛去，想要來救出纜車車廂內底8乘客。這台纜車掉佇咧山谷中央，離地面大約274公尺所在。原本是有2條鎖掛掉，即陣敢若剩1條鎖。事發當時，2個教師甲6個年齡在10歲到16歲學生，大家坐這台纜車經過山谷，要去學校上課。तो पूरे इलाके में एक क़यामत खेज़ मंजर था। हर कोई अपने घर से भाग रहा था, हमारे बच्चे, हमारे माएँ, हमारे बहनें, क्योंकि हमारे सारे बच्चे इसी रास्ते से स्कूल आते और वापस इसी रास्ते से वापस घर जाते, तो हर एक किसी का बच्चा इधर आया हुआ था。纜車掉佇空中將近12點鐘了後，直升機才先將2個學生救出來。不過隨着天色漸漸暗落來，直升機被迫返來基地。官方一個突擊隊員一方面釋放護鎖啊，將纜車救掉咧，以免落去山谷。當時利用空中飛速慢慢的挖掘，才將其他6個乘客救出來。這整個拯救行動持續大約15點鐘。獲救出來，其中一個乘客講，當時佇個車頂邊有一個10多歲查甫囡仔，因為有心臟病，結果因為傷過驚嚇，離昏迷幾點鐘。真濟巴基斯坦民眾也開佇辦公室、商店、抑閣餐廳、甲病院的電視機頭前，關心整個真驚險的救援過程。事件落幕了後，巴基斯坦看守總理辦公室隨即發表聲明，下令隨家所有破舊而且無合規定的纜車攏甲關掉。公視新聞深入批編譯。巴西、羅西亞、印度、中國抑閣南非所組成的金磚5國，日佇咧南非舉行峰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佇前一天暗示到位，要和南非總統見着面。不過，過當天本特別出席一場論壇，卻是熊熊無來，引起外界議論。南非總統親身甲習近平掛勳章，象徵甲中國友好的關係。金磚國家峰會日佇南非約翰尼斯堡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至暗到位，過當天隨甲南非總統見面，簽署包括"一帶一路"等等幾項合作文件。然而原底同一天會出席的工商論壇，習近平煞無出現。雄雄無出席，引起大家聯想。有專家認為講，這個情形無啥對同。不過中國官方煞無解說。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佇推特大相片，講習近平發表演說。不過實際上上台講話，卻是商務部長歐文德。有的國家不甘心攝取其霸權地位，對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肆意圍堵打壓。靠勢美國打壓中國市場，這個金磚峰會想要強化新興經濟體合作，來對抗西方。除了去予國際刑事法庭通緝的羅西亞總統普丁用實行參加，巴西、印度、中國甲南非領導人攏去現場。這個國家佔世界4成人口，經濟規模是全球的4%，而且持續主張納入新的成員國，佮提出要採用共同貨幣。Tenho defendido a ideia de adoção de uma unidade de conta de referência para o comércio que não substituirá. Nós não podemos aceitar neocolonialismo verde que impõe barreiras comerciais e medidas discriminatórias sob o pretexto. 為了脫離美金，降低美國影響力，金磚國家並唔是頭一屆講到共同的貨幣。
在2013年成立的新开发银行，就已经纳入真侪非金砖成员。今年4月份开始，金砖5个国家的 GDP 加起来已经超过 G7 的国家。未来若是持续扩张，对地缘政治会产生新的影响。公司新闻杨间编译。印度这几天上解热的话题之一，就是上月球计划。印度太空研究组织的月球飞船3号，按算拜三暗时到月球南极，这是印度第2届上月球的试验。若准成功，这印度就会变做头一个上月球南极的国家了。民众目睭刻刻，学者诚心祈祷，印度太空研究组织的月球飞船3号会在台湾时间拜三暗时登陆月球的南极。不少民众这几天组织做伙，期待登陆月球的计划会当顺利成功。हम लोग की दुआ है, अभी हम लोग ने नमाज में भी दुआ की कि इंशाल्लाह अच्छे से लैंड हो जाए और जो भी हमको मालूम पड़ता है चांद पे नई रिसर्च होती है उससे हम लोग को फायदा ही होने वाला है। 那宗教场所充满期待气氛，嘛有艺术家专工去海沙坡画图，祝福登陆月球顺利。月球飞船3号登个月14发射，经过外月了后，会在当地时间8月13暗时6点，互登陆器在月球南极附近降落。因为这是印度2019年登陆月球失败了后，第2届试要登陆月球，全国的人民是拢鸟鸟看，等待有好消息传到转来。We are very hopeful and we expect that everything will go on smooth. Until now, since July 14th, till now, it has passed through 5 major phases and everything has gone smoothly. 事实上，在月球飞船3号进前，罗西亚航太集团都捌试登陆月球，不过因为探测器失去控制，转摔落，任务失败。因为印度的月球飞船3号若是有完成任务，就会成做头一个登陆月球南极的国家。科学家认为讲，月球的南极可能会有水甲冰，若证实是事实，对人类未来在月球的发展会有帮助。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今仔日是8二3炮战65周年，本地外界拢伫咧邀讲，郭台铭伫金门会宣布独立参选。不过郭台铭却敢若讲无偌久就会宣布决定。人共款伫金门的校友记也要参加太武山的对峙活动，不过无含郭台铭接触到。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23透早先去城隍庙拜拜。然后去太武山参加8二3节日65周年追思的活动，总统蔡英文嘛有去，两个人简单小照面。现在侯友宜是搁一届向苏当时金门人的牺牲甲奉献说多谢。我们非常感佩，也追思当年在金门的金门牺牲奉献奋斗底下，捍卫了中华民国的安全，守护台湾的家园。这阵是大打倒，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由国民党籍金门县议长洪文典陪同走行程，还搁伫金门县议会发表演说，向北京发声，都要停止文攻武吓。没有一中各表，就没有9·2共识；没有中华民国，就没有9·2共识。原本外界推测郭台铭会伫金门宣布独立参选，不过郭台铭敢若讲，过无偌久就会宣布伊决定。郭台铭甲侯友宜拢伫金门，也那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是去台北中历史，讲着两番，伊主张爱情加交流，会以上界开放的态度，甲各党的领袖展开对话。我主张降低两岸的恶意螺旋增加交流对话，优先处理民生议题。我们的立场坚定，但是也保有弹性，这才是确保和平的途径。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嘛是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在中常会发表8二3炮战相关的谈话。我要重申，承诺不变，善意不变，并且愿意在基于互利、尊严、对等、没有先决条件下，与对岸展开对话。现在侯友宜主张把金门打造做两华经贸示范区，还佫提出支持金门厦门大桥公道等6大主张。民进党这期这政见，敢是拢伫中国讲的一中原则之下，要求侯友宜就要讲和平。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对台军演国际也真关心。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公开表示，反对改变台海现状。另外，瓜地马拉总统当选人阿雷巴诺选调了后，也接受访问，也表示伊无打算要和台湾断交。不过，伊是认为绝对会当同齐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中共伫台海周边的军演结束，不过并无停止了台。国防部23公布。整个强机6台次、强舰8台次，伫台海周边活动。对中共的军事动作，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再一遍表示，反对中国武力犯台。Any unilateral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ould be unacceptable. Even more so if this were to include coercive or military means. 贝尔伯克是伫咧对澳洲帝国的演讲中。强调印太地区对澳洲的经济重要性，也表示全世界有一半货柜船军有通过台湾海峡，以挺台海和平，批评中国对世界基本的原则所造成的挑战，也点名一寡可能出现倾向中国的国家。We see how numerous countries are pivoting more towards China. Often, this is due to a lack of alternatives. We would like to change this. 中国的影响力愈来愈扩大。咱国的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总统当选人阿雷巴诺，伫选后接受路透社专访时阵讲，伊袂甲台湾断交，但是认为同时甲中国发展关系是绝对会使的。No vamos a ser el primer país que tiene un marco de relaciones constructivas con ambos, con la República de China y con Taiwán, tener buenas relaciones. Con la República de China y con Taiwán, y lo haremos en el marco de nuestras relaciones diplomáticas. 阿雷巴诺表示，袂伫咧两边之间做选择，但是瓜地马拉的私人企业拢有兴趣扩大甲中国的关系。但是路透社特别伫咧报道中讲，中国伫拉丁美洲的经济影响力慢慢伫咧扩大，不断边缘化台湾伫这个区域的外交努力。记者综合报道。国民法官新制度施行了后，已经有新一寡案件。不过，就民间团体伫咧质疑讲，这职业法官有伫咧引错，地书这判刑拢较侪是重刑。也有律师观察到，对起诉到开庭准备时间上过少，证据调查无够充分，就爱和检方进行攻防。咱也来听这参与过国民法官的民众分享因伫咧法庭的经验。甲拍的红色台是4个负责人，一审判7年2个月；4个负责人甲后审协是被判刑12年5个月。司法改革新制实施了后，这案件拢有民众参与审判，所以判决愈来愈多。就国民法官回想到伫法庭头一摆体验，很新鲜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只是在新闻上面看到法官是怎么样判决，而我们第一次去参与的时候，才会知道原来法官的大概他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嘛。8审里新北地院一个家庭暴力太红色国民法官讲，这场审判式是真难忘的经历。面对这个简便的攻防，也个案情的证据，心理界定拢非常的专心甲注意。不过，伫关键的终局评议，是不是有压力？是不是应该对被告减刑？亦个是应该安怎来定刑度？他已经经历过一次的减刑，法官会跟我们讲一下这次争议的刑法第59条吗？在第2次减刑的话，他的刑期大概会跟重伤害，或者强盗，或者是毒品。法庭增加人民的参审，要互司法来瓦解民众真实的生活。不过实行到即阵，确实遭到民团的批评，新制度是乱糟糟。这个法官伤过甘有，宣判大部分重判，无达到人民参审的效果。而且在笔记审理，敢若用几天的时间，对复杂案件恐惊无到完全了解就做判决。我们也看到重判的趋势了多案件的这个似乎刑跟罪这两者之间不大相符啊。我觉得应该要回到前期的部分，应该是在起诉之后，给予辩护人准备案件的时间可以再适度的增加，让辩护人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说这个个案需要哪一些证据。有律师观察，国民法官案件对起诉到准备庭时间上紧迫，证据调查难以做到足，影响后续审理庭，检辩明显资源无对等。而司法院是回应，依据国民法官实际体验，拢用自由来讲着意见，独立做出判决。这个法官无过度来影响判决。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575南路一间资源回收厂昨下晡大火烧，烧到暗时10点外才受到控制。早起消防人员也伫咧现场处理，避免这火搁再烧起来。消防局也表示，讲会以空污法、含水污法，甲处罚业者上重会当罚到800万。经过8月22日的灌救，台中571个回收场已经无明显的火势。不过附近的居民想起火灾迄当时，毋但有完真惊吓，火灾造成的空污嘛，互人无法度忍受。管理放一起啊！海洋的落尘啊，拢落尘落来安尼啊。台中575南路这个资源回收场，伫下晡2点左右传出火焰，火势大甲二手线直冲高烟。消防人员动员14个分队，超过100名警察义消去到现场，一直到暗时10点外才把火势控制掉。因为现场的温度尤原真高，消防人员唔敢大意，二三继续灌水甲降温。塑胶粒，还有那个保特瓶这些可燃物，然后燃烧之后温度会相当的高，货柜屋因它比较长，所以比较那个水线比较难攻击到里面的火点。这场火焰冲高烟，毋但有歹片的塑胶味，伫远远几公里外，就会当看到乌烟。台中市环保局也高调监测，初步研判这场火焰已经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加水污染，拍算依法开罚。一般的环境里面，我们背景应该在10微克到20微克之间目前确实昨天的到现在应该都是偏高的。台中市环保局表示，针对业者囤物件、管理不当、低速火烧产生一粒的污染物甲歹味，会以违反空污法上重罚500万。另外，消防废水无处理好，造成污染，会以违反水污法上重罚300万。若这届起火原因是啥物？消防局表示，也阁爱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新竹、竹东、南投、埔里等地区拢粪扫归堆的问题，环境部表示，讲今年有3座处理设施会开始投入营运，应该会当处理逐工制造出来粪扫。明年再加上新竹县的焚化厂投入运转呢，会当处理已经拍爆的粪扫。不过环保团体是认为讲，安尼新的做法是治标无治本。粪扫真多，贴过甲山共款，真臭，而且影响卫生。最近竹东甲埔里拢出现粪扫无所在通放的问题。环境部讲，包含通园、永定焚化厂、台东焚化厂、花莲大年气化炉拢已经启用，分别在处理至少200到600吨的粪扫，每天焚化粪扫的处理量已经提升。每天垃圾的焚化量可以增加800到1000公吨。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逐步的来舒缓我们垃圾处理的问题。环境部讲，佮加上明年新竹县焚化厂加入，增加500吨的处理量，那会使气化每天产生的粪扫，连贴坑包好的粪扫拢会使处理。不过环保团体认为，这种处理粪扫的问题也是伤倚靠焚化炉，徛个粪扫无减少，反倒当增加，就连一般事业废弃物也得咧成长。因为新增加的焚化设施，正会暂时来解决问题。要控管事业废弃物的产生量，我应该要去推以前没有推过，就是废弃物的总量管制，然后要有一些逐年减量的目标。感受台湾协会认为，不管是徛个粪扫，也是一般事业废弃物，也是应该爱积极对源头来减量，做更加好的分类。尤其是事业废弃物，应该有总量管制，因为就算焚化炉会使处理这种粪扫的问题，也毋过粪扫烧了后产生的火灰、烟霭，伊佫是另外一个头壳疼的问题，已经关系面临着暗台所在不足的困境。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台南市沙巴鱼的面积有减少，连将军的青沙渔港，这正出名的沙巴鱼领也对咧起价，产地介绍本地一斤是160块，即马是起到81块。当地渔民也讲，主要是受到气候、电钱还佫饲料拢起价影响，地区影响到这产量甲绩效。沙巴鱼领是沙巴鱼的鱼翅肉，拍打生过佮落去煎，酥酥香香，真侪人爱食。这本来是沙巴鱼较少人买的部位，这几档市场煞真受欢迎。不过这几档饲沙巴鱼的面积减少影响，地区将军青山鱼港这鱼领介绍嘛对，每半斤80块，起价80块。沙巴鱼吼，逐项都起，唔定我鱼领起，鱼肚也起，鱼皮也起，鱼丸也起，无所不至起。
主要是原物料拢通补起。石目鱼只能取一条鱼鳞，而且制作上比较费工，它制作成本反映在价格上，深受市场欢迎，需求增加，在市场机制下微幅上涨是合理的。但是因为市沙巴鱼面积有5500多公顷，是全台第一。经过110年渔业署资料，即摆降到4200公顷，养殖面积减少，嘛冲击着产量。在地渔民指出，近来气候变化真大，电费甲饲料费嘛拢起价，甚至附近有人咧种电，这嘛互因愈来愈歹转价。头有一档无落雨，所以造成阮而家将军7个港只饲鱼啊。水拢咸到4、5度，所以伊的成长较慢。农业局表示，整体来看，目前沙巴鱼产地绩效真稳定，沙巴鱼是对头到尾拢会使食。不过前阵仔黏度是起甲悬，现此时换鱼量嘛起，买食的人得爱加开一寡钱才食会到。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国内有10大的文旦产区8月中开始采收，今年文旦也拍入去超商的市场，有卖这8号的油啊。也因为这中国禁止文旦进口，农业部对去年呢也把这文旦销去英国了。来到连锁便利超商，会当直接买到一袋啊2粒的新鲜文旦。若讲感觉剥皮伤过麻烦，会当买已经切好果子肉的小包装。国内文旦产区为分嘉南到苗栗、新北，再搁到宜兰、台东、花莲，8月中下旬开始陆续采收。伫农粮署辅导媒合之下，今年会当伫连锁便利超商一概买到10大产区的文旦。10大产区礼盒的概念，那是来自一个。像我们唱片的那个精选集，然后这是把最好吃、最棒的收在我们这个10大产区礼盒里面。全台湾文旦生产面积3816公顷，今年产量预估是7万多吨，比去年小可成长1%。农粮署表示，今年小果较侪，品质较好。中国伫去年8月禁止柑仔类的水果蔬果，包括文旦。农粮署表示，确实有冲击，但透过加强行销甲加工，已经稳定市场的绩效。今年继续拍拼，目强调全世界有真侪其他的市场。中国并不是全世界唯一的市场，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口173公吨，当中啊，英国有2.4公吨，以前我们根本没有尝试过卖到欧洲那么远。农粮署表示，过去当年大约出口文旦是4-5千吨，中国禁止了后，出口量减少1-2千吨。认为这颠倒互国内调整产销佮转型。这届合作的连锁便利超商有4000多间分店，10大产区组成的文旦大联名，希望以各地酸甜回甘无共气味的特色来抢攻民众的胃。记者林仁丹从为新报报道。伫高雄路德第1线路段，因为晚近工业区，还有路德科学园区，这车流量是真大。为了要解决这塞车等问题，打算要甲车路搁再分化。不过对民国80年开始呢，这条路已经分化3届，这届是第4届，会影响到400户居民。公路总局伫今下晡举办公听会，不过这第1线自救会成员是去到现场求布条抗议。问问题的时间，住伫个拓宽工程计划范围内面的民众是讲甲真激动，其他的人嘛拢夜排起来抗议，因应路德都市计划满足工业区主要运输道路交通这因素。公路总局23办第1线拓宽工程的公听会，已经经过3摆停手的民众无法度接受。30几年来，也没有人要租用，我们没有办法做生意，而且还要交这个房屋税，还要交这个土地税。牺牲很大。拓宽计划按算对第1线含大仁路的交车路口到第1线含路口10路的交车路口，全长3.7公里，要甲道路对23公尺，拓宽做40公尺，双向6车道，估计会影响到400户的住户，互民众是真不满。另外，无反对这个计划的民众嘛，烦恼拆迁的补偿和安置的问题。底下有这一栋房子的人而已，可以提供协助，就是可以先出租。社会住宅还是优厚社会住宅？社会住宅，还是讲租金补贴，一定要从优，因为有交代市府的相关的单位，讲这个部分公路局有这个需求的时，一定要全力帮忙。第1线路德段是因为我工业区含路德科学园区车流量真大，
公路总局想要拓宽道路，或者卖遐塌，但是徛个已经足侪摆拢互拆来拆去，互民众是无法度接受。面对反弹，公路总局讲计划还未定案，会继续了解民众的意见才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绑架昆明街320巷，这附近的有一个建案，这工地边啊车路27天是发生路边崩塌，这路边才拄保好势尔，又搁再发生这积水状况。李队对建商处理代志态度是真不满。监管处表示讲，这个建案是多经案，对这排水系统并无特别嘅要求，不过要求这建商呢爱大声完成排水系统。已经把土补好了，还在等于说排水不良吗？台北市绑架昆明街320巷有一个建案工地边的路，20发生路边规个凹落去，面积差不多一个车身这么宽，好佳在无人受伤。但是路拄则铺好，又搁发生淹水的情形。李长讲对建商处理代志的态度真不满。天坑当天我来现场，负责人就跟我说路大雨啦，地基掏空啦，这无立即的危险，这无虾米啦？难道出了事情，有人出事才叫做有事情吗？不管是大建商、小建商，包括里长们，我们要尽的是社会责任，不要等到发生事情再来想说这责任归咎于谁。李长也讲，这已经是第2遍出问题。顶回是路公梅甲下水道塌掉的，就已经真喊嘛。希望市府好好监督所有的工程。监管处是讲，这件案件是多次经生案件，适用较早期的旧法令，对排水系统并无特别要求。但是这件案件涉及到公有土地加私有土地共同开发，具有公共安全的考虑，会要求建商先做好排水系统。针对个案，我们会跟要求建方承造人这边先把这个区域的排水系统先把它做完整。目前来讲的话，它并不完整，所以才会导致说下了大雨之后，它的排水不顺。议员是要求监管处应该要求施作的厂商是做好排水系统的设施，维护安全，并且通盘检讨所有的多次经生案件是否有这种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有一名货车司机，伊驶伫半路，伊无感觉到去压着人，所以一个查甫人骑乌多摆伫后壁，一直甲掠来甲讨赔偿。落尾货车司机去报警察，调路口监视器来看，才发现讲，这个查甫人根本就无安怎，而且这个人是一个累犯。警方也要提醒讲，若真发生类似案件，爱先报警察，唔通私底下覆盖。3档半白色货车伫青顶岛外，有一个查甫人骑乌多摆对伫边啊。货车驶走了后，乌多摆就开始害，落尾伊喙又去甲掠，指控货车甲压着，爱伊赔3000块。后来是因为我去报警，警方那边已经有案底了，才知道说他这个是惯犯了。我的用意是想提醒其他人不要再受到这样的伤害了，因为如果没有遇过的话，确实是会很慌啊。驶货车的老先生表示，对方甲伊掠2个路口，伊也无感觉到有甲压着。看目睭里也是看到这个查甫人骑乌多摆骑无载着累残，落尾有甲伊掠来要讨赔偿，也因为一直甲哥哥垫着先互伊500块。烦恼讲会防震定是车好多走，就去派出所报案，落尾又去路口调监视器，却发现讲这个骑乌多摆的查甫人根本就无安怎，才有可能是假跋倒要讨赔偿。看那个碰撞的力道嘛，如果碰撞的力道很大，那当然就是真的嘛。但是有些很像你一看就知道，他其实就是轻轻擦到，但他就是假装很严重，对，那个就比较像假摔这样。怕对方指责肇事逃逸，特来告知警方上情。为该名男子向警方表示不愿意追究。老先生表示，无要追究这案件是无成案。警方表示，若当事人愿意搁再报案做笔录，会当依照涉嫌诈欺罪，甲假累残的查甫人移送法办。也提醒民众，若准当到类似状况，就要报警察，千万唔通私底下和解。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举办头一届本土教育推展贡献奖，今仔日举行颁奖典礼，各项表扬3个人2组团体，也鼓励更较侪人来投入本土语言教育推广的工作。为着要表扬对本土教育推展有贡献的个人甲团体，教育部头一摆举办本土教育推展贡献奖的颁奖典礼，隆重选出3个个人奖甲2组团体奖。20多年来一直咧推广歌仔戏文化的黄美静老师表示，台语文甲歌仔戏的关系真密，传承歌仔戏嘛是咧传承台语。我感觉讲即摆囡仔就是讲，他可能会较多元，就是台语拢讲袂练转，
会使照着咱学歌戏，不管是那个诗词或者是一般的那个对话，拢会使有帮助。另外，嘛是摕到个人奖的文书工作者何文贤，伊长期伫台北市文山区做文书保存的工课。伊认为民间的力量真大，文书保存需要靠正人的力量。对文化保存的东西，民间的力量很大。那很多都是本来要拆掉，但是透过民间的力量，它把它保留下来。大概你现在说有价值的东西要拆都拆不了了。那很多就是因为民间有倡议。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实施了后，政府有投入资源，让本土语言、本土教育嘛豆豆受到重视。那教育部长希望，唔那是本土语言的发展，嘛爱落实本土教育。不止在语言的这方面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哈。那本土教育涵盖面更广，汉字、落土再会烂再会团吼。除了个人奖以外，屏东县青山国小甲嘉义市三星国小这两间学校，拢是甲本土环境教育加入课程内底，让学生会当认捌乡土甲族群、甲文化定根。两间学校拢摕到本土教育推展贡献奖的团体奖。记者综合报道。由30位岛姊做伙创办的台湾公益岛姊协会，因是台湾转透帮助弱势团体甲偏乡准备营养佮好食的免费料理。最近因来到湖口的乡园教养院，利用在地食材服务200多名医生，予大家提早过中秋。总部利用在地食材，伫厨房煮食，免偌久的时间，丰富菜色就已经煮好啊。这伫苗栗餐厅的总铺师，自透早就开始无用，用家己的专业煮好食的料理，服务社会。借我们的专业呢，来贡献一己之长，那为这个社会呢的一个偏乡的教育，然后来做一餐一个美食的一个佳肴，这样。台湾公益岛姊协会每个月拢会到全台的弱势机关，也是偏乡地区，用家己的专业煮手路菜，服务社会弱势团体。大家轮流做义工，透过好食的料理来温暖社会。准备了将近16道的菜，来做一个关怀一组，然后也让院区们感受不一样的温馨的家庭气氛。在这过程来敞开，然后来跟我们讨论什么样可以让他们开心，包含菜色的选择，我觉得都非常的用心，跟我们一起讨论他们喜欢吃什么，什么对他们最方便，所以我们非常期待。公益岛姊协会理事长表示，协会自成立到今，在全台湾已经举办过60多场的公益活动，未来会继续结合各地的总铺，希望透过好食物关怀社会，让社会每一个所在拢充满温暖。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苏格兰有一种特别绝种的麻叶，因会去掠羊仔，造成饲羊仔业者的损失。由专家训练这赶羊仔狗来赶麻叶，希望会当顾到保育，也会当减少损失。对天顶滑落去，白色的牧羊狗伫咧草坡顶头下死命走，赶天顶的麻叶。伫咧英国苏格兰地区，这几年为了要保护拄则出世的羊仔，莫互麻叶掠去，就训练牧羊狗来赶麻叶。A lot of farmers in the Highlands are having issues with seagulls on their land during lambing season. Lambing season coincides with eagles breeding in their chicks and needing to feed their chicks. And farmers are calling upon the government to start issuing licences again to shoot whitetail. 白尾海鹰是当地特有的物种，北疆要绝种。伫政府重新该引入苏格兰，经过复育了，数量才慢慢增加。为了要避免白尾海鹰搁再被过度的捕猎，训练麻叶的专家甲牧羊业者合作，训练牧羊狗来赶麻叶，减少羊仔囝互麻叶攻击，也让达到保护海鹰的双赢目标。Our main aim here is to try and introduce livestock guardian dogs to people and to the UK. It's been used for over 4,000 year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it works really well. There's no reason why it can't work here. We just need people to accept it and to trial it. 训练一开始是用无人机赶一只假的海鹰，也用无人机制造假动作，互狗仔就是讲麻叶真正要飞来，分学安怎赶走假的海鹰，了后就搁再互真正的麻叶诱伫咧事先就穿好的羊仔囝的尸体顶头食，互狗仔知影讲，若无甲麻叶赶走，羊仔囝就会被掠去食。So no one can reach each other, but it is going to try and show these dogs that the eagle is a predator, and if there is one near the lambs, then you can
you want to scare it off basically. 以前伫咧苏格兰各地，因为海鹰合约的计划，政府会赔偿牧羊业者，一年上最5000英镑，差不多代表要加21万。不过，这个金额对牧羊业者来讲是无够的，因为就保护业者，敢若是一季的损失就到3万英镑，差不多代表124万。虽然业者对牧羊狗赶海鹰的方式也有淡薄怀疑，不过也希望会当有效果，减少因的损失。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咱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天气。讲到这天气是真烧热，明仔载云林、花莲、台东有小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民众就要避免伫咧户外活动。那准出门就要加啉寡水。厝内面有慢性病患者、老大人也要注意身体状况。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隆到新竹对26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这个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